久不见。师姐确实好久不见。你我之间的恩怨与旁人无关，请你放了小七。规矩由我来定，没你说话的份儿。你们俩都得死！小七，小七，怎么是你？小七呢？将死之身，还惦记着别人？今日就是你的死期！谁？给我滚出来！出来！怎么又是你？这句话该我问你才对啊！我好心英雄救美，怎么也得谢我一声。好啊，这地上躺着一个如花似玉的郡主，拿去用吧，不客气。调皮！我问你，嗯，你是不是已经在这等了很久了？就等到这个时候，好让我跟你道谢。一声怎么够啊？我要的更多呢。我懒得跟你说，我赶着救人。哎，若是我帮你找到人，能给你讨个人情吗？小七，小七怎么样？他没事，待会儿我把绳子砍断，你那边会坠下来，我来接应你。好。别碰我！你这小身板还挺沉的。小七，小七，表姐，我来了。我就知道你会来救我的。多过这个，我帮你摘了。等等，为什么？佘坤林已经和他的生命休戚与共，你现在拿走，他会死。那怎么办？错。义父，谁让你这么做的？孩儿认为，那战碑不值得留。自他逃脱关义大火后，便一直是个隐患。我担心他会泄露义父您的大计，对义父不利。早就跟你说过，这个人不能杀。眼下不但不能杀，还得好好的供着和养着。如今佘坤灵已经没用了，你要是杀了他，我拿什么跟战南城周旋呢？那义父的意思是，天煞这趟浑水，我不想趟。这兄弟二人，我谁都不想得罪。你要是在这儿把他杀了，佘坤灵的事儿就更说不清了。孩儿懂了。嗯。店主来了，希望这一次不要让轩辕民逃走。这是什么？你带小七先走，这里交给我。那你呢？走啊！你别死啊！你放心，我没那么容易死。走。
小七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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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要！战北野，摄魂铃要怎么取下来？怎么样？多亏你给他输了功力，命是保住了。功力？你帮我护法，我来取摄魂铃。好。成了。小七，小七，小七，表姐，小七，谢谢。他被摄魂铃寒气所伤，还需我凝气疗伤，助其恢复。小七，先麻烦你照顾一下。嗯，你小心。我马上就回来。我还以为你无所不能呢，看来你还是需要我的帮忙。是啊，没你我真的不行。我问你，那日在奴斗场，为何故意让我刺你一剑？不那么做，你会消停吗？你这是陷我于不仁不义。可大家只记得你行侠仗义。这些树叶已经成精了，这么打下去不是办法。这些东西没有血肉，也没有章法，寻常的功法伤不了他们。成功了！这次难对付了。走，快，快！是你，如若不是他，今天就是你的死期。
怎么回事？这么担心我？我只是不希望你死在别人手里。皇上，皇上，皇上，皇上！性命攸关的时候，这些人都不见了，现在倒是统统都跑过来。既然如此，小七跟佘昆凌我已经找到了，其他事情交给你了，我走了。你做戏要做全套，你就这么走了，我找谁跟我搭戏去？义父，好像没动静了，王上该不会……快，快，把这女子送走！王上，刚才树林之中发生何事了？何事？国公，你是不是很不满我坐上这个王位，所以才派人在树林里面暗杀本王？哎呀，皇上何出此言呐！我对王上的忠心，天地可见。那你说说，这树林里的妖怪是怎么回事？今日要不是本王撞见那丫头，她替我受了伤，现在死的已经是本王了。哎呀，王上，你在树林当中碰见的不是妖怪，也不是什么刺客，有可能是天法。此话怎说？臣记得古书有云，太渊的历代人君在继位的时候，都要经历上天设置的一道难关。这个难关就叫做天法。如果能顺利地通过天法者，此后必将国运昌盛，这是大大的吉兆啊！大王威武！国公啊，此话当真？千真万确。好，看来我这王位有老天爷撑腰，以后再也不怕有人觊觎了。那是那是，王上您看您，不是毫发无损的出来了吗？对了，国公，今日那丫头护驾有功，择日你将她送进我宫里来吧。臣定当照办，只是不知道这女子出自何处。臣，国公，你府上的丫头，你还问我？我府上的，义父，您这……当初长宁府送这个姑娘来的时候，都说她的生辰八字是万里挑一的好啊。当时我以为都是些阿谀之词，未曾全信。今日这么一闹，知道吗？这就是霸星。义父难道是想……今日未能将轩辕民除去，
他果真不像表面上看到的那么简单。我们所图大计也只能徐徐谋划了。既然轩辕民认定是宇文子救了他，那么这个姑娘就是放在他身边一枚最好的棋子。天意。五哥哥，他好些了吗？命是捡回来了。真可怜，被折腾成这样。他没事，眼下麻烦的是扶摇。昨日小姐在围场出尽了风头，一会儿国公就要亲自来拜会，小姐难道不准备准备？你说什么？齐真要亲自来？头纱还是其次，小姐要是忘了脸上的胎记，那可就要闯大祸了。你怎么知道小姐心大，主子早就叮嘱过，要奴婢事事照拂。你家主子是谁？难道是战北野？烈王虽威名远播，但比起我家主子，我看还差得远呢。难道是那个骗子？小姐别忘了，我什么都不会说的。国公到。宇文子见过国公。怎么，害怕我？自打进入国公府来，第一次见到国公，人人都说国公是响当当的大人物，小女生怕礼数不周，惊扰了国公。哦，他们还如何说我？说说看。他们都说国公是太渊大英雄，若是没有国公，也不会有今日的太渊。他们还说我有机会进入国公府，是我多少年修来的福气。怎么了？府上的大夫宗先生说，小女在围猎场染上了疫病，一旦接触便会传染。小女生怕国公，加之小女样貌丑陋，脸上有一块胎记，生怕会吓到国公。一个人即使有闭月羞花的容貌，若是失才失德，也好看不到哪儿去。我看你气定神闲，回话有理，这已是不易的德行了。这个远比容貌要重要得多。多谢国公称赞。但是你好大的胆子，竟然跟贼人串通一气！串通？齐震早已和他几个心腹大臣商议好，要给公子选妃，只是没有想到，公子料事先机，先下手为强了。我本想随他折腾，只需静观其变。但经过昨日围场之事，我倒是有了新的计划，既可搅乱齐震的盘算，又可留下我想留的人。小女一介女流，终日在闺阁之中，怎敢跟任何人有勾结呢？说说看吧，昨日猎场你是如何救了王上的？昨日在猎场之上，小女只是好奇，
想一窥太渊王真容，所以才步入猎场。岂料狂风四起，树叶突然化作了人形。当真？句句属实。那化作人形的树叶朝我席卷而来，小女受到了惊吓，只得赶紧逃跑，恰恰撞到了王上。然后呢？树叶人朝我跟王上席卷而来，小女惊恐万分。这个时候，岂料王上他竟然如何？王上竟然躲在了小女身后，但小女因为太过惊恐，不知往哪儿逃，只得抱着王上一起等死。这个时候，也不知是谁射来一支火箭，树叶人整个烧了起来。你可有看清是谁射的箭？小女因为刚到太渊不久，谁也不认识。但是因为昨天受到了惊吓，所以小女就晕倒了。醒来时已被送回了府中。当真如此？句句属实。看来有人暗中保护王上。这是太渊之幸，也是你的福分。王上认定是你救了他的命，命我送你进宫，做他的妃子。小女何德何能？这……你只需记得，你是霸星之相，日后是要主大事的。你我若是合璧，那是太渊的大幸，懂吗？王上，国公当真如此看得起我？对呀，你入了宫之后，我保你母仪太渊，但是你心里必须要明白，你是我保荐入宫的，雷霆雨露，全凭我一句话。能为国公分忧，也是宇文子的福分。入宫之后，你的家人我替你照顾了，你放心好了。从现在开始，你就做我齐镇的义女吧。宇文子带家人谢过国公，从今以后，一切就听义父安排。这几日我会命人教你入宫的礼仪，孩子，不要让我失望。是。起来吧。摄昆凌也物归原主了，小七我也找到了，我为什么还要留在这儿？姑娘若是要跑，石兰我也拦不住，只求姑娘还有1-2分悲悯之心，请求姑娘体谅。我自然是不能走的。我要是走了，这国公府上上下下伺候我的人，还有长宁宇文府那些老老少少，全都会脱不了干系。可是我也不能就这样等着，等齐镇就这样把我送入宫吧。想必姑娘是有法子了。没事，你先吃吧，不用等了。五哥哥，你慢一点吃，我来给你添饭。你慢一点吃，慢一点吃嘛，都够呢。哎呀，谢谢。真是苦了你了，没想到你为了摄昆凌吃了这么多苦。你看你瘦的这个样子，真害怕你当初没挺过来。我倒没事啊，好，主要是房小姐她为了救我被困在国公府里了，所以我得多吃一点，一会儿吃饱了才有力气去救她。你想到法子去救她了？我虽然当时晕晕乎乎的，但是国公府的路我记得很清楚。我没别的本事，但是我的技巧不是吹的，放心吧。那你打算前进国公府去救扶摇？哎呀，我也是这么想的，咱俩一起。
你们刚刚在说什么？啊，我们能聊什么呀？是吧？五哥哥，你回来了，你肯定饿了吧？我给你添饭啊。我先警告你们俩，别去惹麻烦。嗯。义父，如何了？裴元郡主说，他根本没从水牢带走什么人。属下原本想多问几句，可是郡主发了很大的脾气，就只能……荒唐！把我这国公府当成什么地方了？吩咐下去，没有我的号令，任何人不得放裴院出府。违令者，斩。是。属下也找人打听了，裴元郡主当时从水牢带着那个孩子去了猎场，但不知为何竟受伤而回，那孩子也没了着落。义父，您看，会不会是战北野把摄昆凌找了回去？我也由此猜测，战北野那日来的蹊跷，在轩辕民的面前句句针对我，怕是早就知道摄昆凌的下落。罢了，静观其变吧。是。这么一提，宫里今日来消息了，说今日一早张鹤年独自进宫，王上召见了他。哦，他们说的什么，目前还不知道，但据侯爷府上的密探来报，说可能是与戍军8位的军饷有关。军饷？可有听到什么具体的情况？这张鹤年进宫的时候，王上把身边所有的士人都给支开了，宫里也没有确切的消息。但是义父放心，王上身边都是我们的人，义父大可安心。安心？我入仕37年来就没有安心过一天。你手下的那些探子，探到的都是一些表面的消息。至于轩辕民真正的心思，恐怕王上大婚的事情不能再耽搁了。义父，你当真要把这赌注压在宇文姑娘身上？星有万象，人有千面，只留一条路，怎么够呢？好。哎呦，这是给大王选妃，不是你们借机收钱的买卖。每个参选的人、家世、年龄、八字、性格，件件都是重要的，大意不得。瞧瞧，这什么人呐？训东县城之女，这样卑贱的丫头，也能参选？下去吧。时辰到了吧？入库。这里就是所有入选秀女的案卷，这其中就有日后太渊王后的人选。你们一个个记住，千万别出什么岔子。是。哇，这么多火油啊！你从哪儿弄来的？今夜，这里将会有一场大火，我将扮作下人离开，然后北院厢房里会有一具烧得面目全非的尸体。从此世间再也没有宇文慈。果然还是小姐想的周到。我想的再周到，也需要你帮我。难道小姐就不曾想过去太渊王宫瞧瞧？
说不定那里很有意思啊。你饶了我吧。义父，这些就是待选的秀女。今日王屋内廷提前开库，最终入选的秀女已经登记造册，都在这儿了。这齐震还真是急脾气，这么快就动用了内廷的人。好，那就瞧瞧国公辈的美人。李州城的女儿，季将军的外甥女，你是想问，如此出身家世，有何不妥？义父神机。这丫头出身看上去是不错，倒像是个合适的人选。可是将她列入名单，完全是为了笼络她的舅舅，仅此而已。如果她一旦入了后宫，可别忘了。他的祖父是当年文艺世子麾下的重臣。文艺世子，高普若，西平郡王嫡女，盛颜仙姿，面如我丹，不施粉黛而如朝霞映雪。西平郡王这老家伙，一把年纪了，还惦记着把封地再翻上一倍。选妃这么大的事儿，他自然不会安分。简雪，汉文院简身幼女，双瞳简水，弱骨仙形，腰弱。这个简身，可是早年张鹤年的门生。那简雪是张侯爷保荐的，是，也不是。满朝文武都知道，简身是张鹤年一手提拔出来的，备受器重。如今他的女儿选做秀女，都会认为她是张鹤年的一枚棋子。那义父为何还要保他？你当然不知道了。简身早已是我手中的一枚棋子了，明里要有我的心腹，在暗处也要有自己的人马，这样才能保证万无一失。义父高明。那义父属意谁来做这个王后？这个决定实在是太难了。轩辕民到底是真荒唐还是假糊涂，着实不能大意。公子，您看。公子，您看，将军、郡王、文昭侯、国公，这些秀女的来头一个胜过一个，只怕背后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。帝王后宫本来就是另外一个权力场，可别小看这些隐藏在绮罗裙钗下的女人心思，有时候他们会是一把最锋利的刀。公子指的这把刀是？这个人，我心里有数。只不过，我掌得了太渊，却未必控得住他。公子的意思是，奴才多嘴了。东风暗涌，今晚要出大事。
今日天气好，给国公府上一道大菜。今晚风大，一会儿火起，你就趁乱走吧。多谢姑娘了，还有你家主子。快走快走，走。15日前向赢家，玉龙林，血月营宫。什么时辰了？还差1刻，便是午夜子时。去玉莲台的路已经探过，一切稳妥，公子可随时动身。来人呐！快来人呐！走水了！来人呐！来人呐！快来人呐！走水了！快来人呐！走水了！这世间还有如此玄奇精妙之物，上天待人不薄啊！这龙鳞甲可是5州4件神物之一，相传是上古穹苍大战之后，神迹降服了4兽。后来为了守护着来之不易的太平盛世，就留下了4件绝顶珍贵的神物。可是公子，这龙鳞甲到底是什么呀？龙鳞甲对于很多人来说，是一切。凡人求身强力壮、百病不侵，这些龙鳞甲都能做到。难怪这千年以来，人们为了这龙鳞甲手段用尽，还不惜枉送性命。纵然英明赫赫的文艺世子也难以幸免。我记得太原民间的传闻说，文艺世子私藏了龙鳞甲，还妄图逼宫夺位，这才引来了杀身之祸，还背上了千古骂名。可也有人说，文艺世子是功高震主，让当时的轩辕王心生妒忌和猜疑，才找了理由将他陷害致死。这段王族密事向来众说纷纭，15年光景过了，又有谁能知道什么是真，什么是假？除了那年经世的那些人，也没有人在意了。不过，就算被众人遗忘了，真相始终都是真相。有刺客！快抓刺客！给我抓！快！快！分开走！你们几个去那边，抽子进来！嘘，说。快！这边，去那边看看。做仔细了。跟我走。别让刺客跑了！快！去哪儿？事不宜迟，快走！好。在那儿。扶摇。